意思看房今日同大家睇馬鞍山南岸。大家好，有牙醫師看房今日嚟到大水坑站啦，同大家睇一個南岸一個高層單位，總面積831尺嘅。我客廳部分咧望翻呢個西南嘅景觀。宣遠少少咧，其實見到咧駿景園啊、馬場嘅景觀一帶嘅景觀非常之開揚嘅。咁重點啦，我哋個客廳咧非常之闊，基本上客飯廳非常分明啦，梳化可以跟我擺呢個位都 OK。咁電視機都足夠位置嘅。咁餐台可以放翻個8人嘅小餐台或者6人餐台都綽綽有餘嘅。咁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廚房位置啦，廚房就原則一個間隔 L 型開則，以一個純白色嘅感覺。旁邊呢個就係姐姐房啦，做咗個焊接嘅設計啦，方便擺嘢或者姐姐去使用嘅。每日睇住電視景觀就係望緊呢個感覺，非常之舒服㗎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原則係一個3房1套一姐姐房嘅，但係而家就改咗變咗2房1套。咁旁邊呢個咧就係浴室位置，做咗個企缸設計，最緊要有窗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小朋友房間啦，或者長輩房位置啦，景觀亦都係望同一個景觀。主人房咧係非常之廣闊啦，最中條咧可以放到個3邊落床，5尺半床足夠冇問題。旁邊呢個位置咧做咗個入牆衣櫃啦，呢度亦都咧唔夠白咧，亦都可以放你啲裝飾品啊、戰利品都冇問題嘅。咁旁邊亦都係有個套廁位置啦，亦都係有窗嘅。大家睇樓預約哦，拜拜。